今集要為大家介紹三個特別啲嘅 consonants，佢哋就係呢三個啦。l、咁佢哋個名咧叫做 syllabic consonants，就係因為咧佢哋係無需要有一個 vowel 都可以同另一啲 consonants 去組成一個音節嘅。我會俾啲例子大家睇下呢兩個字，呢兩個例子。第一個字係 pencil， 個個都識噶啦。大家留意下啦，呢個字有兩個音節，第一個音節咧就係呢三個 IPA pen， 第二個音節咧就呢兩個 IPA so。大家留意下啦，呢一度咧係冇 vowel 嘅，因為咧佢喺呢一度咧有一個 syllabic consonant， 呢個係 dark L 嚟噶，所以係咁樣嘅。成個音節咧就係 so。前邊呢個讀完之後咧，條脷即刻發上去上顎，即係個舌尖頂上個上顎，變成有個 U color 出現。成個字夾埋咧就係 pencil。好，第二個例子 bottle， 大家留意下啦，佢有兩個音節啦，第一個係呢兩個 IPA bot， 第二個音節咧就係呢度啦，同埋一個 dark L。又係啦，呢度冇 vowel 嘅，因為呢度有個 dark L 做咗佢嗰個 syllabic consonant， 所以咧就算佢冇 vowel 咧，呢度都係一個音節嚟嘅。成個字咧讀就係讀 bottle 咁樣啦。好啦，大家睇下呢兩個例子，第一個係 button， 咁啊大家都識啦，佢係有兩個嘅音節嘅，第一個音節咧就由呢兩個 IPA 組成 but， 第二個音節咧就係由呢兩個 IPA 組成 ton。 大家留意下啦，第二個音節入邊冇 vowel 嘅，因為咧佢呢度有個 syllabic consonant， 所以咧就算係咁咧，佢哋都係成為一個音節嘅 button。 好，第二個例子 cotton， 又係啦，佢有兩個音節嘅，第一個音節就係呢兩個 IPA cot，第二個音節咧就係呢兩個 IPA ton， 又係啦，呢度冇 vowel 嘅，因為呢個音咧係一個 syllabic consonant， 所以可以夾埋前邊嗰個 consonant 咧成為一個音節 cotton。